大内蒙的天气是真冷啊，好久没吃牛蹄子了。今天咱们做个红烧牛蹄儿吃。哎呀，水都冻大冰块儿。先给牛蹄下锅，焯个水，放上2片姜，来2段葱，等水开。牛蹄焯好水了，咱们给它捞出来。都搞里头，葱姜给它倒里面，炒香，香辛料搞里面。冬天冷就得多放点干辣椒。差不多了，把焯好水的牛蹄儿给它放锅里，再来1块火锅底料，来上2块老冰糖，酱油给它搞里头。再来点老抽，加水，一到冬天水就成了冰。大点盐不能不放，来上1大把，再来一点，盖上锅盖，慢火煮3个小时才能熟。看看咱们大牛蹄子煮熟了吗？哇塞，这可煮烂了，这小味道感觉就上来了。走，吃肉。哇，这大牛蹄子来一口，这口口弹弹，满满胶原蛋白，再来一口，哇，真带劲儿啊！哇！喜欢吃筋头巴脑，就吃这个，在这儿。煮的真烂，我入口即化，口口弹弹。家人们，喜欢吃牛蹄子的，来找英子姐，管够，点个小关注。